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财新网它有个报道说超60% A 股房企上半年业绩预亏，前7个月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降幅继续扩大。截至7月31日，共有65家 A 股上市房企发布了2025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14家首亏，27家续亏，预亏房企合计41家，占比超60%，其余24家房企宣布预盈，其中18家房企预计利润同比取得增长。市场机构易汉智库于7月31日发布上述信息，上半年预亏额度最高的房企是万科，预计规模净利润亏损10亿至120亿就是100亿到120亿。在2024年同期，万科规模净亏损98亿元，账面亏损现在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现金流。这个万科截止到7月，好像已经跟这个大股东深圳地铁借了7次钱了吧，200多亿，230亿左右，这个是不是就到头了呢？没有对吧？后面还得借，不知道这个深圳地铁这个小马拉大车还能拉多久？相比较这个深圳地铁那万科就是个巨无霸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楼市现在可以说是严寒。7月份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降幅是扩大的，也就是加速下跌。说到这个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经济学家马光远，他今天好像说说房地产政策必须加码，因为现在已经这个情况很危急对吧？这个房地产低迷对经济的拖累那是非常严重。我们看看马光远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其实中国经济今年下半年最重要的仍然是怎么样稳住房地产我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强调，如果稳不住房地产的话，中国经济是稳不住的。那我们看到在7月30号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会议里边，其实对于房地产提的应该是这几年里边特别少的，只提到要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怎么样通过城市更新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大家好像没有看到房地产的内容。但事实上，从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来看，上半年整体中国经济应该来讲，我们仍然关注3种价格。第一个物价，我们发现物价太低物价偏低，导致中国经济整体温度偏冷。第二个，房价没稳住，特别是5月份、6月份以后，我们看到整个过去回转的这个势头又逆转了，无论是主要城市的交易量也好，还是价格也好，还是预期也好，又在往下掉。这是大家感受到上半年整个中国经济仍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下半年如果说我们的地产这个势头仍然往下的，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什么叫稳住地产？我觉得稳住地产根本就是稳住价格，稳住主要城市地产的价格才叫稳住。现在无论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的销售，还是房价，还是这个土地出让金，我们整体来看整个数据都在往下，这叫没有稳住。房地产开发投资现在是下降幅度超过11%了，是近几年以来最高的。房地产的销售也在往下掉，而且降幅在扩大主要城市的房价又在往下，20房的价格整体在往下走，没有稳住。我们今年的一个政策目标是稳住房价，稳住楼市股市，对吗？这个如果没有稳住，带动的一系列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链条，包括我们说风险领域，这个恐怕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当然有人讲说现在还有什么办法稳住？当然有办法。我觉得第一个办法是什么？第一个，把主要城市特别一线城市的限购这都可以拿掉了。现在既然预期不好，还要限购干什么？第二点，房贷政策完全可以改变。比如说有些人还是有需求的，对吗？有需求，我们把杠杆降下来，把首付比例能不能降到10%？我觉得可以。第二个，房贷利率还是太高。我一直讲我们的实际利率太高了，特别表现在房贷上。房贷利率可以回到3%以下，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既然城市更新是未来我们整个城市发展的一条主线，那我们的更新政策要跟上，包括土地政策，包括配套政策，包括信贷政策都要跟上，赶快把真实的需求释放出来，房地产是可以稳住的。所以我没有觉得有稳不住的，整个预期改变了就会稳住。为什么？真实需求是存在的。现在大家为什么不出手的原因，就是整个价格没有稳住。所以我认为，尽管我们7月30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提房地产，提的特别少，但是我们心里要有数。那中国经济稳住的关键仍然是地产。
那可以说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存在，调整了这么多年了，很多指标都调过头了。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政策如果再加码一下的话，我认为下半年稳住的概率还是比较大。我记得这个去年10月份吧，因为9月份出台一个政策嘛，然后那个楼市啊，好多人一直在喊啊，楼市回暖，这个中介啊、炒房的手舞足蹈啊，兴高采烈啊，每天都是这个什么，那中介啊，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对吧？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15个小时，晚上8点还在这个点着灯，对吧？接待客户，大家还记得吧？反正我每天都做一期节目，每天都聊这个事啊。当时场面热闹极了，非常火，很多城市，对吧？这个交易量创新高。我记得就那时候啊，马官员说的，楼市稳了，至少1线城市，对吧？北京、上海什么深圳稳了啊，其他的2、3线后面会慢慢的稳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的节目介绍过，我当时还说了，那我们1年以后再看是不是真稳了？结果1年还没到呢，马官员老师又呼吁出新政策了。但是这一次马官员老师他，对吧？他的这个建议啊，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老生常谈。一个就是1线城市彻底放开，一个就是对吧？这个政策向这个买房的倾斜一下，也就是首付再降一降，利息再降一降，无非就这意思啊。然后交易手续费再降一降。马官员老师说这个房价不能降，你说这不是要命吗？你要想让这个楼市稳住啊，你要稳住什么？你想稳住这个价格，那就失去了成交量。你要想稳住成交量，那你这价格就要往下降啊。我觉得这个韭菜都懂得道理啊，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我现在没有什么钱，但是你说北京的房子卖8000一平米，那我还是买得起的，对吧？我还要去买一套，是不是道理啊？对吧？你说北京3环附近的房子啊，12000一平米，那我咬牙我也得去买一套啊，对吧？你现在卖，对吧，8万一平米，那算了。你要保持价格，那交易量你就得牺牲掉，没有成交。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降价能卖得掉，说明它还可以。现在有很多3、4线城市，你就是降价的卖不掉啊，就没有成交啊。所以说啊，对韭菜来说，是你说利息给你降1个点，他就买房吗？当然了，你把利息降一降，对那些已经买房的人啊，他是惠民政策，就给人家让人家松口气，1个月少还个100、200的，蚂蚁也是肉啊。但是你说靠这100、200，你说让这些没买房的人啊动心去买房，我这个想多了。也就是说优惠力度不大，起不到作用，只对那些已经买房的人给他们减负。然后这个什么1线城市放开，咱老拿1线城市放开说事。1线城市放开啊，最好的状况就是1线城市房价它不跌，它恐怕还涨。但是呢，前提一定是那谁跑去买的？你要想一想，北京人自己买的都买过了，对不对？那都是外地人去买，你不放开了吗？外地人去买，那不都是把他手上的资产处理掉，对吧？把他在南昌、在成都的房子卖掉，跑到北京买吗？那不就是变一下呢？这个1线城市吸2线、3线城市的血啊，对吧？你1线城市看上去是稳住了，那你2、3线会加速下跌，对吧？这抱着背着一般沉呢，你到时候算总账的时候还是不行，对吧？所以说老拿这个1线城市放开说事，广州早就放开了，广州还限购吗？广州房价稳住了吗？现在对吧？没有放开的也就是北京、上海。我说的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啊，你一放开，对吧？这合肥的、杭州的这些人把他买的3套房卖掉，跑到上海去买房，就怕你一放开啊，就跟这个去年放开一样，火个2月、3月的，后面马上掉下来，那就更完蛋。这个最重要的会议啊都不提房地产，说明这个确实啊，人家是痛定思痛，也不想走老路，准备科技，对吧？搞科技，搞什么制造业，房地产这个呢能稳住就稳。当然了，喊的口号是稳啊，以更大的力度啊，你把它稳住。所以我在去年还是前年我就说了，他这个稳住只稳什么？稳价格还是稳交易量还是稳投资啊？不太清楚啊。稳成交额吗？怎么就叫稳住了？专家说了啊，什么城市更新好房子，对吧？要加大投资，你这不又是矛盾的吗？现在是库存难以消化，对吧？这个去化率太低，也就是房子卖不掉，就大量的空房子在那儿卖不掉。你这个时候城市更新，你这时候搞那个第4代房子，对吧？好房子得房率120%，你越这样，那即便我想买房啊，我也得等那第4套房子、第4代房子出来我再买，那得房率120呀，房价还不涨，我为什么买现在这种房子呢？对吧？现在的房子这个得房率恐怕只有70%、80%，因为它有公摊呢，而且现在很多房子设计也不合理，对吧？我当然等第4代啊，那你现在的房子怎么办？卖不掉了，你只能降价。我记得啊，应该在2024年年初，这些专家对吧，天天喊着政府啊要拿钱买开发商盖好的房子收储，把开发商手上没开发的地买回去收储。政府没钱怎么办呢？政府发债，这样对吧？这个房价就稳住了。你
市场上没有供应了，政府把这房子都买走了，你想买房就那么几套，对吧？你还指望降价吗？结果呢，是吧？是1年多过去了吧，有动静吗？就是专家就是拍脑门，专家出的主意都是反人性的。政府他不赚钱，他能干这事吗？你这个做法就是让政府把赚的钱还吐出来，还加倍吐出来，怎么行呢？政府本来就没钱了，对不对？他本来公务员工资就发不出来，这个都要过紧日子。完了，你让政府再大把掏钱出来买房子、买地，哎，这个政府买地了啊！大家看到的报道吧？政府买地都是卖给你是100亿，买回来是50亿啊，50亿再回来再收拾，再80亿卖出，又挣30亿。只有我告诉大家，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动力去干，否则他不会干。所以我说为什么反人性的呢？你老让政府贴钱出来，他没钱贴，对吧？有那钱贴，他不如给大家发工资。所以你要逼急了，他就收几块地给你看看，做个表面文章，对吧？我今年收了3000套房子，大吹特吹一阵子。央行3000亿那个什么再贷款放在那儿都没人花呀，就专门给你配套这个收房子用的。所以我说这专家都是想一出是一出啊，拍脑门。政府有那个钱去收房子的话，不如拿房票代金券补贴给韭菜，让韭菜直接把它抱走，对吧？你这房子市场价1万，政府直接补贴3000，对吧？7000你韭菜买走，韭菜就愿意。说了嘛，这个是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没有卖不出房子。你加大补贴力度，就是专家宁愿让政府把房子收去放那儿，他也不愿意说把这房子打折卖给韭菜，那就是为了维持他那个价格。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大家也看明白了，这个楼市想稳其实非常难，楼市稳取决于韭菜的收入，对吧？我们每个人的收入如果是成倍的增长，你买房子的愿望就出来了谁不想住得好一点，对吧？谁不想有个书房，谁不想有个专门的健身房，对吧？你只要条件允许，你一定会买，不买是因为没钱。所以咱们说1000到1万也就是只有等到韭菜的收入稳住了，你这个房价才能稳。等到韭菜的预期好了，你这房价说不定还要涨，韭菜对未来有信心了。可是你做的一切都是小恩小惠就利息给你降一点，印花税给你降一点，什么契税给你降一点，不行首付给你再降一点。8月份应该是呈现一种崩盘式走势，9月份有可能要出政策，但是9月份出的政策恐怕跟去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就管那么几个月，稳一下，继续回到他原来的轨道。你每一次救市无非是把未来准备买房的人让他提前了而已。昨天咱们介绍了一个网上流传的居然之家的这个老板汪林鹏，他的一封绝笔信网传的对吧？有可能是假的，但是他也说明了一些问题。那今天网上我看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汪林鹏首富的最后72小时，他写的也挺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这个曾经的湖北的首富汪林鹏他最后72小时在干什么。他说7月23日一个周三，老汪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家里，3个半月时间，这就指他那个对吧被留置三个月嘛。说老汪暴瘦20斤，这是他第3次进去了。外人很少知道这轮番的风暴究竟将怎样的重压倾注在他身上，不管精神状态还是身体状态，这次进去对他影响都很大。老汪一个朋友说，老汪待的地方色调是刺目的惨绿，有基础疾病的他在里面连基本的药也难以为继。关于这个我很有发言权，有机会我也讲一讲这个我的前老板跟这个老汪是一模一样，那涉的案子是更大。现在不能说我们老板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也可以叫色厉内荏，但是去了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是得搀着出来，不是打的是吓的，没人打的，是自我崩溃。所以你说也承受多大的压力，这个你可以想象各种精神压力。说周四出来后的第2天，老汪去了趟公司开了个会，还分别跟几个同事聊了聊。同事回忆说，老汪情绪低落，但不满意都集中在工作上，他其实有些自责，说是我把公司搞砸了。周五出来后的第3天，老汪突然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言语间竟带着托付后事的沉重，希望朋友将来能帮助照顾家里人。你看看就有这个轻生的意思了，好好的给朋友打电话说这些招三不招四的话，朋友肯定说他对吧？你想这么多干啥？好好活着。老汪家里就一个生病的妻子和还在美国学临床医学的女儿。那个朋友在电话里把老汪臭骂了一顿，说你在想啥呢？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周日清晨，57岁的老汪从自己的别墅屋顶决然跃向虚空。别墅不高，11.2米，送医抢救无力回天。说汪林鹏的死在朋友圈中激起千层浪，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老汪其实很乐观豪爽，也很皮实。一位企业家跟寿爷说，老汪是出了名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
吵不爆的性子，他比现在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更坚强、更进取，是一粒铜豌豆。说实话啊，跟我那个前老板还稍微差点，因为我那前老板到现在也没想着跳楼啊，每天吃着好着呢，每天还在讲故事，还在画大饼呢，那饼是画的越来越大。谁曾想，这位铜豌豆竟在这场人生的风雪摧折下碎裂成粉。王林鹏1968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啊，这个地方我是叫记忆犹深啊。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高中，那个黄冈的试卷呢特别有名，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就我们那个时候，反正黄冈的卷子你要能考个，不要说满分啊，100分你考个95，那是很厉害。1990年，22岁的他从北京工商大学会计系毕业，这黄冈出来的估计脑子好使啊，进入原国家商业部财会司担任主任科员，公务员、央企高管，这是他前半场光鲜的体制内人设。30岁的他已经是华联商厦集团副总经理，春风得意马蹄疾。命运的转折点在1999年猝然而至，组织一纸任命把小汪空降到一家几乎被大火烧成废墟的家居卖场——北京居然之家家具城。我记得是2000年前后啊，那个什么家具城是最火的，但是后面恐怕我因为我逛的少啊，就不太那个了解了。反正2000年一直到奥运会之前，这种家具城都特别开一个火一个。那个时候逛家具城的跟逛菜市场差不多啊。说当时一脸蒙圈的小汪对家居行业还知之甚少，这中间挺长的，咱们就不说了啊，咱们捡那个重要的说。他说，居然之家上市后受累于房地产大势，净利润一直在下降。今年一季度，居然之家净利润仅2.12亿，同比大幅下降近40%。老汪很着急，一直在为公司寻找新的增长曲线。这个也不能怪老汪啊，你现在去家具城看一看，一定是那个店员比顾客多，那店员都在那嗑瓜子无聊。2023年，居然之家围绕数智化开展一体化布局。2024年12月，居然之家变更名称为居然智家，智改成智慧的智。今年1月，王林鹏还把陈春花请到北京来，给400多个店长培训碰撞，一起研究数字化转型。老汪让陈春花找有没有做 AI 空间设计的，他想在空间设计上提前介入，说今年我们要大干一场，这个还是比较有想法啊。老王最后一次站在公众视野是今年4月8号，这时的他仍现身武汉，在居然智家智能家居产学研用论坛上神采奕奕畅谈居然之家转型的雄心壮志，说要攻克3大目标。当天活动结束后，老汪与朋友吃饭，还饶有兴趣的打了掼蛋。4月9日早上，一起打掼蛋的朋友发现联系不上老汪了。10天后，居然智家发布公告称，汪林鹏被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此前，巡视组在武汉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这是近年汪林鹏被调查的第3次。他去年曾经谈到过退休，他说退休后有个梦想，想要去太空旅行一趟，站在太空再回头好好看看地球。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参加完他的追思会，老汪一个企业家朋友跟作者说他一直在想老汪为什么要用这么惨烈的死来结束这一切。他想了很久，说这个乐观的硬汉这次可能心里真的彻彻底底垮了。实际上就最近几个月这个企业家选择走绝路的，选择这个撒手归去的非常多，对吧？这个西子电梯，对吧？什么广州的那个曾玉洲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一句我对不起大家，然后从办公室一跃而下。这个西安叫天朗地产的老板也是一个方式。你再想到这个什么红星美凯龙车建新，对吧？还有什么四川成都的那个叫刘斌吧，还有这个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进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压力跳了，不跳的就进去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原因，对吧？这个不可否认，有的是涉及到违法犯罪，有的是涉及到其他的，但是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就是现在经济这个就是螺旋式的下降，恐怖螺旋它的速度在加快，这个是大背景。那后面是越来越快，直到见底出清。所以说恐怕接下来到年底到明年，选择走绝路的会越来越多，被逮进去的也会越来越多，对吧？连加头老师这样的正能量是吧，都差点这个坏了事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